近排在嗶哩嗶哩看到好多用 AI 製成嘅語説機械人攻打美軍嘅片段，為世界正義來輸出軟實力。而家用緊龍芯 3A6000UOS 傳送系統去睇呢套片，就特別覺得國家嘅強大，有國產嘅 CPU、國產操作系統。3A6000龍芯再睇呢啲片咧，即係我哋嘅國家越嚟越強大，軟實力不斷輸出。以前諗呢啲嘢係美國荷里活去打其他人噶嘛，而家變咗我哋好似製一套電影咁，好易製到一部電影用 AI，用嗰啲斯頓3.0啊，字節跳動嗰個做呢個片段咧，輸出去美國咧就會好驚嘅，外國就歐美就好驚，因為佢做到咁逼真嘅效果咧，就會好似拯救世界咁。而家變咗，即係你知美國亂咁打伊朗係嘛，殺到人哋精神領袖，即係亂打人嘅，根本就恐怖分子嚟㗎啦。佢話普京俄羅斯人哋都冇打人哋個總統啦，係嘛？佢仲恐怖，直接打人哋個恐怖分子。佢宣佈人恐怖分子，根本美國就係、呢個仲過癮，打到核彈打到東京嗰啲美軍走晒啦啊！跟住日本都懺悔話佢以前係做過啲錯事，拆晒啲軍隊。呢啲做多呢啲片輸出去就好啦。YouTube 我見唔到，YouTube 封晒，喺嗶哩嗶哩、TikTok 先有，所以我做呢啲擺多啲 YouTube 係好嘅。YouTube 你喺美國一樣咁封閉嘅，封晒嘢。